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众山还未受造，大地甲世界还未造成，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予土造的人归回土粉，讲人啊，就回归原本。咱三甲的吟诗，上帝疼痛乃会遐大。会众请起立，会众请起立。若不方便的，可以坐着。我
会众请坐。上赞，这就是疼，请济南教会圣乐队。咱三甲的吟诗，圣诗605首，靠主恩典奇妙快乐的保护。会众请起立，会众请起立。Oh
请坐。私が総統在任中に推し進めた第一次の民主改革は、独裁体制を崩壊させ、民主社会を打ち立てたという点では、成功を収めたと言えるでしょう。私はこれらの成果によって、台湾のアジアを代表する民主国家に生まれ変わらせたことを一生の誇りと自負しておりますが、しかしながら、私はこうした自負に決してしがみつくつもりはありません。今や第一次民主改革の成果は極限に達しており、台湾はまさに第二次民主改革が必要とされているのです。私は現在92歳。長く見積もっても台湾のために働けるのは5年ぐらいだろうと、あと5年ぐらいだろうと感じております。残りの人生は台湾により一層成熟した民主社会を打ち立てるために捧げ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そして私がこの間に作られた私の考えた、私は私でない私、李登輝は李登輝でない私、李登輝。これが私の基本的な考え方。これは長い間におけるこの日本時代からの教育、考え方、それによって生まれてきたのは、私は私でない私。この考え方です。台湾もこれからも日本と同じく自由と民主という価値観を市場の価値としつつ、日本と手を携えて国際社会の発展のために貢献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好的生活，有盼望的更好的生活啊！不但是这个物质上面的这个改进，我想啊，我们是要进一步啊，精神上的、心理上的这个建设啊，我们都应该啊，同样的来进行。
怎么样啊？那个牵涉到了将来的这个是宪法的修正以后啊，才可以有这个问题才会发生。动员甘南时期终止，一方面固然使中华民国的宪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也在表示我们对调整两岸关系上的具体诚意。同时，统治国家的权利属于人民团体，不是个人，不是政党。这是自由意志的充分发挥，是主权在民的完全落实。而第一次由人民直选总统，更让我们确立了以台湾为主题的奋斗意识。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并道深挚的歉意。向所有曾经为争取人权而蒙受苦难的人表达最深的歉意。必须争取台湾加强建设，重拾国力为出发点，竭其用本，先云自远。My criterion for serving as a president is that I do it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
3月1日，咱开始这个办全民健康保险了后，咱老人囡仔都是有这个机会来这个照顾，会使讲是咱最幸福的一项代志。我已经年岁也真济啦，什么时阵啊，我会离开我心爱的台湾？知影，未来啊，就要确定我李登辉这世人啊，今仔日啊是最后的一次啊！大家啊，拜托拜托啦！台湾啊，要交互恁哦！祝你大家平安，台湾平安。多谢。咱要三甲来吟一首圣诗，救主疼痛的声。这首诗歌是李总统爱吟的诗歌，也是总统夫人詹文惠女士洗礼时阵所唱的诗歌。咱坐咧唱就好，我们坐着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的第4节。咱要做伙用静默来孝念故人，而且为着遗族来祈祷。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芭蕉塔男声合唱团诗篇23篇，摇花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静音，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
你的腿、你的肝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白色颜色，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会飞抹出来。稳定甲自卑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摇花的厝。请咱三个来吟圣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会众请起立，会众请起立。
众行注目礼，恭送李前总统。
三甲的吟诗113首。